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苏花公路大清水崩坑崩山第3天，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去现场了解抢修的状况，嘛先来赶紧来推动安全提升计划。另外，议会昨三读通过分害防治法修正案，禁止电子烟、加热烟嘛得管，20岁以下禁止食烟。大学学测今仔开始连续考3天，今年有18000外的考生，嘛无开放家长备考，有305个确诊的考生。先开始来看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早起去花莲，实际来了解苏花公路大清水崩坑崩山的情况，甲修复的进度，嘛去花莲港来关心船只的运输。今仔计共是有4架船，载300台的车辆，甲上千的民众去苏澳港。规日赶伫15下晡5点通车，工程人员24点钟一直伫大清水崩坑绑起2边，一直清除大石头。交通部长王国材特别去巡视，佮对花东民众上关心的苏花安进度提出说明。从和仁到崇德这一段，过去在做苏花安的时候，也发觉这一段的颠簸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他们提出很多的方案做讨论。它初步是一个9.7公里的长隧道。另外，交通部也特别安排包含合富轮、台北快轮、凯旋8号，也有一只中级货运舰，载车架人员去苏澳港。未出人为昨暗时就来排，在起9点开始坐船，12点离港，航程差不多3点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替代方案，不然现在只剩下中横跟南回可以走。晚上过来这边下货，早上下完直接来做款。对。那你是第一次这样子搭吗？正确。觉得怎样？很特别。根据花莲港公司资料，合富轮今日载32车306人，台北快轮130车无载人，凯旋8号16人无载车。军方中命令目前还未入港，到15恢复通车进程，逐工会安排免费转接。苏花公路它是等于花东唯一的一条连外道路哈，所以我们事实上在过去这一种所谓应变计划里面也有类似的演练呐哈。那这一次因为发生的非常的突然，那我们也很快的让这些船就赶快就定位。另外，代替下晡2点开始，甲大班车专门运送菜色水果，避免农产品品质受损。旅游业者是强调，若15下晡苏花公路无畅通，会对春节假期造成严重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因为大清水崩坑崩山，严重影响到东部的交通哦。这届崩山的路段，不是苏花改的路段，是目前在推动的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规划中的路段。交通部是承诺讲，在这届抢通了后，长期的目标就是希望赶紧成功来推动苏花安的计划，让东部的民众会当有一条安全的路。也毋过，因为苏花安的路线有经过国家公园，今年底会送宽屏，顺利的话，上紧嘛会9档后才会当完工。13早起，代替由宜兰开往花莲第一班加班区间车，也比较通勤时间，旅客无济，因为苏花路人登记，铁路运输需求可能增加。但是即马开始到15，国家开宜兰到花莲12班的区间车。我住南澳，不知道这一班啊。南澳、和平、新城和花莲站。往返花莲双向公路登记，交通部定出3阶段目标。第一期抢修要拼礼拜1通车。中期搁去明崩坑，长期要去长崩坑。这摆4号就伫个苏花安计划当中的河仁到中德路段，属于较路少的所在。过去无搭住苏花改路段，要去9.7公里的长崩坑。未来在苏花安里面的设计，它是采一个9.7公里的一个长隧道来做处理，那就未来它可以避开我们这一次探访的这个路段。苏花路人因为地质甲气候条件，历年来是一直山崩甲路崩去，东部民众这2年来诉求安全登去。回顾过去，交通部也要提出苏花高速公路方案。2004年，花莲县政府以外民调，高达77%在地民众支持苏花高。2006年，迄时阵也做行政院长的苏贞昌也表态支持去苏花高。不过2年了后，宽屏予委员提回来。2010年降级是快速道路顶级。2021年正名是台九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就是苏花改。再去分阶段通车，2021年才全线通车。
村内无改善路段，是搭至苏花安。整个苏花安它除了桥龙隧道以外，它还经过太鲁阁国家公园，所以它的环评要做到年底，用4季的环评的资料来说服这个环评委员。所以同时，不管是苏花改，我们把它完成，苏花安也是尽力在完成。2010年创意旅行社游览车伫苏花公路顶悬，因为大量土石放落去，并落海底夺走16条人命，加速迄时阵苏花改推动进度。即马苏花路廊阁发生大规模放弃，地方是呼吁希望加速苏花安工程，唔通阁延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去新竹部队视察，头一站是到新竹空军基地。空军的第2联队是负责捍卫北部的空中防卫。伫去年的天龙超演各人各团体拢摕到真好的成绩。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嘛陪同蔡总统，瑞哥伫要改组咯。郭立雄互外界点名讲，有可能会接国防部长。我们空军第2联队在年度战术总验收得到空战王以及剑靶王荣誉的优秀教官，充分的展现2联队平时扎实的训练成果。那么近期攻击扰台，2联队也在第一个时间升空应对，捍卫我们的领空。我也要重申，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期待。总统嘛讲到讲，目前训练的内容跟方法的调整，拢是要来应付战备的需要。未来这边可以好做一档，阿兵哥买来接受这款的训练。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早起去高雄前进渔港来视察渔港翻新的进度，也毋过大家拢真关心讲外界风声，落个会伫今仔总时，苏贞昌是讲有甲总统见面交换意见，落个的代志，总统会伫立法院会期结束，佮再向民众来报告。院长伫致辞的时是真感谢高雄市长陈其迈一路相挺，伊讲伊拢看伫眼内。我感觉介温暖，有的人就唔敢公开出来讲，做佫较济，伊嘛无感觉，嘛认为应该，迄我拢有感觉，所以私下甲手头鸟手无啥较大，像陈其迈市长安尼公开写甲大篇，迄个感觉就无共款。致辞的时阵，向真感慨，行政院长苏贞昌感谢甲高雄市长陈其迈讲多谢，其他官员嘛伫现场拍扑啊，亲像在甲苏贞昌讲再会。这是苏贞昌实地视察前镇渔港的现况，前镇渔港是台湾上大的远洋渔港，去55档以来拢无重大改建。中央甲地方开8集也要重新翻修，这是苏贞昌来看现场的状况，毋过外界拢关心来个敢要改造。总统已经一再明白说，在立法院会期结束后，就会跟外界报告。而我和总统见面的时候，有深入各方面交换意见。苏贞昌讲有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来交换意见，以6000块发放的进度，除了送立院来审理，嘛同步进行要分现金的软体设计。一定要特别条例立法院通过后，我们才能编预算。预算只要经立法院审查通过，就可以发放每人6000元。敢是要落任，苏贞昌无正面来回答，敢若强调总统讲过，伫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就会甲外界报告。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全面发6000块现金的相关特别条例，行政已经送到立法院去审议。也毋过今仔是立法院宴会最后一天，目前总预算协商的结论，在野党团阁还未签。虽然国民党团是表示讲支持阁在宴会，也毋过要求讲爱心心特别条例，才阁来处理总预算。也毋过民进党团是希望讲先来完成总预算案，因为这个特别条例阁包括电价、阁有劳健保的补贴，毋是干那发现金的预算尔。国民党甲民众党拢表示讲，因会严格来审查哦。最新的消息是，经过调野的协商，这会期确定讲要延到1月19咯。行政院昨晚通过有关普发6000块的特别条例，送到立法院。不过13是立法院宴会上尾的一天，加上总预算协商结论，在野党拢还未签。国民党主张讲，就爱搁宴会，不过强烈要求讲爱先审特别条例，再过来审总预算。党团一致决议通过，先审这个条例，
先审特别预算这个条例，赶快通过之后，赶快发现金。他直接做政治操作，他看可能民党有一些内阁改组的问题嘛，他让总预算全部卡住了，这是完全司马昭之心，大家要看得懂。外界民强调讲未来放弃协商，不过要是望会当先来完成总预算案。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拢认为讲，特别条例唔那是干那有提出普发现金案，也佫有采取包括立法，包含电价，也佫有劳健保补贴的内容，有讲绝对会来严审。特别条例的部分，因为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疑点跟受国人质疑的部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要严审，不应该在最后压线的时候仓促的来去做通过。立法院是毋是会搁延会，要搁爱调野来协商？毋过延会会去看重道路搁改组的时间点。进前蔡总统有定调讲，立法院收回了后调整内阁。即摆还佫传出前副总统陈建仁已经点头受命做过，就等立法院会期过一段路了后，府院会来定新整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前总统蒋经国过身35周年，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拢去桃园的大溪祭拜。蒋万安伫离开的时个头礼礼7月赛，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国民党坚持行经国先生的路线，就是上爱台湾、上爱民众的路线。市长好，市长好。一路车道赶紧向前行，13是郭总统蒋经国过身35周年。台北市长蒋万安天还未光，就去桃园大溪谒灵，专程停留差不多15分钟。离开的时阵，头礼礼7月赛，被问到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要为伊立当上的代志，蒋万安干咧回应多谢，了后就上车离开。鞠躬。再鞠躬。前总统马英九、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桃园市长张善政透早也到大溪。朱立伦表示，对经国先生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念，也表明国民党坚持行蒋经国的路线。我们国民党就是坚持走蒋经国的路线。经国先生的路线就是最爱台湾、最爱民众的路线。经国先生永远跟民众走在一起。另外，来悼念蒋经国，希望分配也是斗阵来较好嘞。朱立伦认为，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拢有意义。经国先生是国民党上互人怀念，也是大家上尊敬的前主席。伊今仔日以规个党的立场来表达对经国先生的悼念。针对是不是邀请郭台铭高登甲国民党，朱立伦敢若表示，照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国民党理念，愿意爱台湾、爱民众，拢欢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党主席补选，副总统赖清德伫拜六暗时会去台南向党员来报告，争取支持。台南市会民进党团嘛特别开记者会，提前向支持者呼吁讲爱团结。也毋过，民进党因为正副议长的贿选案，目前党内是真无平静。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倪婷拄啊就任。近日就去互民众伫网络爆料，讲伊车祸肇事，找人来替代。对此，倪婷嘛出面解说，已经是报案提告。我父亲是否有恐吓跟妨害投票、放一封议员这件事情呢？我想都是交由证据跟法官来决定。网军刻意抹黑跟造谣的账号呢，我们都已经有掌握了。倪婷的老爸就是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这次嘛去用牵入议长的贿选案内面，顶礼拜已经去用收押。台南市近期也有公定的争议，88起的清洁案，和民进党伫台南的声望是不如以往，尤其就特别面对党主席的补选，议会民进党团是出面呼吁爱团结。那民进党在这一次，我想我们诉诸团结，期待我们各位党公子同仁在1月15号的时候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我们民众可以呼应我们的诉求，回归到正本清源哦。我们的党员是实质过半，我们的所有党籍的，还有加上友军，我们是实质过半的。如果没有前面的一些纷争的话，基本上后面这一些纷扰都不应该出现。唯一参选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向党员报告的证监会，14号暗时就要返来台南，党部嘛咧无因动员，就希望营造团结的气氛。不过因为议长的选举，党内派系纷争还未消失去，部分的议员无对咧高化团结。
昨天晚上临时通知的啦，对啊，所以时间上来不及啦。民进党其实都选的不是很理想，民进党我想一直都是团结的啦。好，那也希望说这些风波跟争议，然后透过检调的调查，尽快的落幕。民进党伫台南拄好是真侪代志的时阵，新任的党主席上台了后，敢有法度真正凝聚真团结的共识，都有待观察。记者吴正宏报道。立法议会昨三读通过《婚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哦，结了婚、假使结了婚的工具嘛拢有列管，嘛禁止电子婚，要求警告的图文比例就爱占婚契的一半，嘛甲禁止结婚的年纪对18岁提悬到20岁。决议《烟害防治法》修正通过。经过调解5遍协商，超过15年无修正的《婚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12总算伫咧立法院三读，几项有争议的所在，伫调解达成共识了通过，互加离婚的载具以后无法度拍广告、宣传、自动贩卖、网络顶卖、开价电视，也限制买的年纪，阻止后一代可能互加离婚成危害健康。所有校园都要禁烟，小于20岁禁售加热烟品载具、加热烟。禁促销广告及包装警示等，尤其禁添加香味等添加物，将可降低青少年对加热烟的兴趣。卫权会调委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讲，新型的婚品处置用具修法袂当搁再拖。虽然这个版本唔是讲上好的，也毋过至少会当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包括禁婚的年纪自18提悬到20岁，提悬婚品警示图文的比例到50%，对电子婚的非法业者相关会当罚到5000万。本次修法重点有4禁1严呐，比如说禁止电子烟、严管加热烟及其载具，禁止促销与广告，禁止邮购、禁止电子购物等方式贩卖，禁止营业场所免费供应烟品。另外，未满20岁不得吸烟。全国家长会长联名一个反婚团体讲，印象遗憾的是行政院版本的婚鸭因85%警示图文被减到只敢若剩50%，部分条文的内容依然有温柔。对这边修法应甘类接受，将会继续监督。新法施行日期将会由行政院订定。因为为了要即时禁止电子婚加无经过审查核定的加离婚，相关法规将会自婚防法公告了1个月内施行。警示图文加未婚的规定是自公告了1年施行。记者综合报道。各项物件拢会起价，农委会参超市的业者昨做会宣布讲要推出平价专区，望讲互民众会当省钱过好年。也毋过民众是认为讲平价专区的政策是治标无治本。民众咧超市斟酌比较每一项物件的价销甲品质，因为各项物件拢咧起价。后礼拜六要过年，要过好年，就要甲算盘排伫较一拼。对，它涨一点了，大概传统市场也有涨啊。之前有买油，半年前买的时候是300块，那现在再买就变成319。超市员工无用来整理商品，为了要让民众安心过年，农委会参超市业者合作推出平价专区，但是部分民众讲，侪物件拢咧起价，这项政策是治标无治本。民众也烦恼，敢会是销量较歹的物件，才会摆去平价专区。就怕他说会不会平价啊？这个东西有比较差。农委会的责任要先让农渔民面对高原物料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涨，一定要有利润来获得，才有办法持续的从事农渔业的生产。行政院苏院长已经来针对关税跟营业税来全部的减免到今年的第1季，我们也同步的应用既有的剩余资财跟我们其他的方式来提高农渔民的竞争力。陈吉仲表示，冬天是台湾菜色大出的季节，最近天气也袂歹，保证菜色供应唔免烦恼。北农在这几天的蔬菜的平均价格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水准。那各位关心的鸡蛋，那我们也会全力的来供应。过年前北部需求强劲，但春节期间消费者可能会往中南部或东部旅游。我们会在往的需求地点比较高的来做调度。陈吉仲表示，平价专区推动，袂敢若伫过年时啊，落尾会继续推动，也欢迎其他通路业者做阵加入。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
内政部公布，去年诈骗手法前3名是假网络拍卖、假投资、有解除分期付款。警方统计嘛显示讲，诈骗的案件是一档比一档较增加，去年都有3万外件。有立委是真烦恼讲，特别过年咯，诈骗会愈来愈多。今仔召开跨部会记者会，请各部会来说明讲安怎来防治诈骗。电商平台各资外泄，诈骗集团趁机会偷用，假做客服人员骗人。照我现在那边的镜子，加入咱投资群组，落入去诈骗的圈套，去柜台汇钱，紧急互人查落来。诈骗出头真济，尤其是农历春节要晚，有立委的烦恼也是诈骗高峰期。一个平台，一支电话，让他可以询问。我并不是报案，而是我询问说，我现在接到了电话，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诈骗的案件逐年拢增加，警方举报为107年23470件，去年升悬到29702件，电信甲网络诈骗比例都超过一半。亲像政府机关，若是有补助，诈骗的干性都随来。只要我们证明后面有.gov.tw， 好，这就是政府的网址，就不会说是类似像之前发6000块有这样一个讯息。围堵诈骗，除了爱民众加纠正，嘛爱靠跨部会合作。司法部透过 AI 辨识过路可疑的电话，辅导电商强化治安防护，设立二次验证机制。只要民众办理境外汇款，金管会就会加查核。NCC 原来用关键字大数据，甲可疑的干性甲查落来。不过因为网络普及，司法机关也坦白讲，需要查缉有困难。他现在的诈骗其实是改成用网络了，那网络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们电话我们调阅很容易，可是现在变成你用赖诈骗的时候，因为赖公司事实上是跨国的公司，造成司法机关去要调阅上的困难。诈骗集团改为虚拟世界落手，也就是上阵执法机关派对查。内政部13公布去年诈骗的方法前3名，假网络拍卖上介济，过来就是假投资，也甲解除分期付款，提醒民众爱加注意，避免变做诈骗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最近有一名少年人摕假1000块去夜市啊，槟榔摊佮超商，趁头家无闲，就用假钱买物件、耍游戏，已经有8间的店家被骗，警方嘛抓到9个嫌犯。另外，云林的北港某店家收到100块的假钱，警方嘛会调查。桌面摆满一张1000块的假钱，每一张编号拢相同。而今在中华地区，有一名少年人摕到这1000块的假钱。来到中华夜市槟榔摊，和店仔买物件、耍游戏，来换真的钱牟利，现在拢被警方逮捕。那个集团的成员是在网络上以每张新台币5元的代价来购得玩具钞票，那利用同时多人消费及找钱，使摊商无法及时来验钞的手法，来不法获利约新台币9万元。那本局将持续的追查。中华警方表示，经调查，这届受害总共有8间店家被诈骗，逮捕集团成员总共9个人，其中有6名未成年，全以刑法诈欺罪，刑事伪造钱等罪行来上班。另外来到云林县北港地区，近期嘛传出店家收到100块的假钱。是拢要网络拢咧看，人拢讲有假哦，要注意哦。哦，你要安怎防范啊呢？阮就拢手法就不知。哎，100无，我是拢共款啦吼，你也用一箱的吼，就感觉哎呀这安尼啊。当地有摊商表示，100块面额较细，收钱的时阵确实袂特别去注意。至于云林北港警方就讲，目前已经有接到报案，并且受害人到派出所做笔录，将伊解释去追查出使用者，专利来查起假钞源头。记者用中华云林综合报道。劳动部对去年的12月27开始展开春安劳检，2月7号进前会来完成3350间工厂的检查。今仔日中油的桃园厂就发现23个所在违法，嘛开出36万块的罚单。劳团是表示讲逐档拢至少会查出有1成违法率，所以嘛呼吁劳动部应该辅导业者来减少违规。
伫大型机械边啊，看有啥物细甲菜所在会影响到劳工的安全。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为去年11月17开始进行巡安劳检，13伫北中南3个所在进行劳动检查，其中北部来到中油汤圆炼油厂视察。劳动部表示，重工业伫年头进前拢会大翻修，这阵对劳工来讲嘛是上危险的。那其实大家刚才在过程中大概可以发现，主要的缺失项目大概都是施工架里面的开口的缺失。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厂方这边事业单位能够尽早来改善。中油汤圆厂落尾互劳动部发现23个所在违法，开罚36万。高达巡安劳检伫石化产业嘛发现共同的问题。目前检查的结果大部分嘛是咧感电坠落这方面是比较多啦那我们也会持续来督导。希望业者拢会使改善。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吴依林表示，肯定劳动部逐年拢会做巡安劳检，不过逐年拢有制作一成的违法率，煞要好好想办法，伫问题发生之前就预防。尤其是营造业，其实你只要检查，你就会发现有东西是做不好。那是不是我们要更加强什么样的辅导机制，然后让这些企业事实上在施行这些事情之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作业流程措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应该要去努力的目标。13劳动部嘛伫台中理化风电相关厂商甲高雄兴达电厂劳检，分别违规31项甲19项，按算伫2月初5之前完成总共3350只抽查。记者林思夏桂林屯报道。中营航勤企业工会已经成立6档，也毋过有300外基层的员工拢无法度申请加入。今仔日劳工团体陪同引起桃园市政府抗议，要求讲市政府应该来进行劳资协商，互因会当顺利来申请加入工会。长勤基层要工会，张善政责无旁贷。透早，中营航勤员工有劳工团体陪伴来同市政府前召开记者会，批评中营航勤企业工会干部密起来，真无简单找到伊个拖线挑战入会流程，呼吁同市长张善政。既然讲正积极要协助中勤员工加入工会，都要赶紧举行劳资政府3方面的共同审查，莫个拖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当初入会的时候没有流程吗？为什么我们要入会？我们这300多个基层员工要入会，而你们却要再重新开一个会来决定我们的入会流程？希望可以尽快的桃园市政府召开劳资政3方的这个会议，就跟市政府不要再拖了，让基层员工可以把这个入会申请书交给工会，工会也即刻审查，赶快让这些300多位员工可以入会。劳团表示，中营航勤企业工会成立超过6年，有会址甲定位，员工要入会煞无法度。这个劳动局压予工会，劳动局到场沟通煞发生冲突。劳团想要冲入市政府找市长协调了后，由3个代表进入市政府，由劳动局接定情书。那依据这个工会法的规定那如果这个工会有违反法令的状况的话，那主管机关也可以要求限期改善。那如果届期没有改善的话，那劳动局可以依法来赦免这个女监事的职位。劳动局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发文予中勤工会，要求工会袂使拒绝劳工的入会申请，也要求工会公开透明入会管道，并依照章程赶紧审核员工入会申请。劳动局也承诺会随时监督工会审查入会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边境地权的条例才刚通过，内政部的代理部长华敬群张说表示讲，针对于换厝换约的限制，会个另外定出一个开始实施的时间。到立委甲民间团体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替建商护航开后门。73都通过边境地权条例，原本挂界预期是要压制预售厝准备查处价，但是内政部代理部长花敬群12说讲要定出入厝条款，有立委甲基础权团体批评政策当月压制炒房在算价。那修法的过程之中，他有没有说执行前取得的就不能够适用？他都是告诉大家说，一旦修法通过之后，不管你何时取得，就是禁止换约转送。
柯文哲批评火警军的讲法是开后门，伊讲法律部追究是考量对当事人的信赖保护，但是投资客转卖预售厝敢需要保护。技术团体嘛认为，若照内政部的讲法，无追究进前的预售厝外约，司法人伫法案就路进前买预售厝，免事先申请嘛通交厝等等，拢是互投资客会当喘一口气。那就技术面而言，我觉得这东西是有点在耍诈啦。因为法令上的衔接本来就会有适用的日出或日落的部分，可是通常会是在母法订定的时候大家谈清楚。技术权团体呼吁立法院应该重新背清楚内政部的讲法，敢有违反立法授权的原则。立委嘛希望政府赶紧定出就路的时间。记者陈嘉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电信业的合并因为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甲电信市场，所以真受到重视。今仔伫一场研讨会，NCC 的主委陈耀雄甲5大电信业者拢出席。台湾大哥大甲台湾之车、湾团电信甲亚太电信，什么时阵会当合并？陈耀雄的态度是真保留。也毋过电信业者是认为合并案是好代志，望讲伫过年前后就有好消息。台湾大哥大合并台湾之星，也阁有湾团电信合并亚太电信，这两件重大的电信合并案，从业者宣布合并消息以来，到今已经超过1年。伫个期间，因为频谱超标，也阁有元件安置者的问题，引起各界来关心。台湾通信学会伫个13来举行一场有关电信业元宇宙发展的研讨会顶悬。伫个在场的媒体有数例来关心合并案的进展。NCC 主委陈耀雄伫个致辞时阵，还阁有讲到未来是毋是还阁维持5间，讲甲是真保留。在场5大电信业者的董事长、总经理，哈，将来是不是还是5家？我不晓得了，哈。那我目前还是5家，没错，哈。在法遵的前提下，祝福业者的合并，应该由政府以这个整体国家的安全以及韧性，还有民众的福祉作为最高依归。因为合并案牵涉到频谱超标的这个分配问题，参加的这个电信业者伊表示讲，对这个合并案是乐观其成，嘛望讲官方会当依法来行政。我们是期望说主管机关能够发挥治理的智慧，那尽量给这个整个案子一个比较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一种处置。我觉得这个合并案的这个结果，应该在农历年的前后，应该都会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结果吧。业者认为讲合并案应该是会伫个农历过年这卡刀有重大的进展。也若讲频谱调平的这个处理方式，这部分和所谓发展部的执掌是有牵连，也阁爱 NCC 和司法部来讨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被发现讲伊的学经历拢是假，栽培状况冇问题，目前咧接受调查。真侪人认为讲伊应该爱主动辞职，也毋过桑托斯拒绝。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佛瑞就骂桑托斯自头到尾拢是一个骗子。Congressman Santos, will you resign? I will not. 面对要求伊就爱辞职的声头，纽约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桑托斯伊坚持无要辞职，甚至还阁讲漏口气，讲做假使若是有142个人爱伊时，安尼伊就会死。Do you worry that you being in Congress is hurting Republicans politically? I'm not doing this as a political job. I'm serving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elected me. 142,000 people who voted for me. 桑托斯伫个后来嘛有甲澄清讲。是去年11月纽约第3选区投票予伊的142000多人。桑托斯去互这个媒体甲逼空讲，伊毋拿伊的学历甲经历拢是做手的，也阁惊啊讲伊有犹太人的血统，因阿公阿嬷道理纳粹的屠杀，也阁有老母死伫个911的恐怖攻击，会使讲是白贼话讲规贯的。了后，阁去互指控讲，甲这个竞选的资金非法用伫个人的消费，去互调查。不过，除了桑托斯拒绝落台，甚至连众议升科议长麦卡锡嘛认为讲，伊都爱听候调查。Well, what I find is the voters have elected George Santos. If there is a concern, he will go through ethics.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found, he will be dealt with in that manner. But they have a voice in this process.
民主党众议领袖杰佛瑞伊讲，这是共和党人因家己爱处理的代志，也就是清理门户，也搁批评桑托斯就是一个老啊。The spectacle that is George Santos speaks for itself. He's a complete and total fraud. Lied to the voters of the 3rd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n New York. 即马唔拿民主党的人咧批评，共和党内冒出现不满的声音。纽约州桑托斯选区的共和党官员公开要求伊着爱随事实，也搁咧呛讲桑托斯以欺骗选民，也搁有党内的成员。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昨承认讲，除了伫华府办公室，伊方发现讲有政府的机密文件，伊的处理嘛有。司法部长贾兰德是要求讲，要来进行独立的调查。拜登的律师表示讲，这个文件是无注意去看唔到所在，总统的配合，甲文件拢交转去。美国总统拜登12号媒体问讲，伊伫咧德拉华州的徛街所发现的上新的一批机密文件，尾仔佫讲，另外一个发现文件的地点是伊私人的图书馆。Classified material next to your Corvette. What were you thinking? My Corvette's in a locked garage. Okay, so it's not like you're sitting out in the street. People know I take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 seriously. I also said we're cooperating fully and completely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view. 司法部长贾兰德已经任命前政府检察官霍尔进行独立调查。霍尔是川普做总统时阵任命的马里兰州检察官。贾兰德讲，拜登的律师是去年12月20发现车库内面的文件，联邦调查局已经把文件再登记保存。司法部是这个月12接到律师通报。The document authorizes h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y person or entity violated the law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atter. But under the regulations,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ere require the appointment of a special counsel for this matter. 拜登的特别法律顾问索博发声明，由白宫代为宣布，声明讲，总统会甲调查这件代志的独立特别检察官合作。We are confident that a thorough review will show that these documents were inadvertently misplaced, and the president and his lawyers acted promptly upon discovering of this mistake. 拜登的私人律师是去年11月初2，也就是其中选举进前，伫咧进前工作的华府机关办公室一个有锁的柜仔内面，第一遍发现机密文件。不过，这个消息一直到这个月初9才公开。索博讲，要因检视拜登伫咧2017年退任副总统的职位了，其他可能运送甲藏文件的地点。司法部伫咧过去几个月一直伫咧调查前总统川普海沃庄园发现超过300份机密文件案件，伫即马拜登互人逼供，也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司法部也找专人就法律甲政治面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瑞典发现欧洲上大的稀土的产地，有超过100万吨的稀土。稀土是高科技产品哦，真重要的原料。手机啊、电动车，甚至是飞弹，拢有需要。目前无产稀土的欧洲哦，认为讲这是一个好消息，让欧洲会当来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洲伫停止伫珍贵稀土原料对中国的挖矿答案，可能就伫瑞典北部拉普兰地区，由政府所属的瑞典矿业集团 LKAB 探勘的矿层内。2021年欧盟使用的稀土，98%是为中国进口，因为全球伫电动车、风力、加热机的需求增加，这项互人发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LKAB 12表示，矿层范围的稀土有超过100万吨。What we have now is the largest deposit in Europe regarding these materials of REEs. Of course, it will be a foundation for a continuous European leadership regar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is important task to electrify and conduct the green transition, but continue to be competitive. 虽然讲这是欧洲上大的稀土矿层，不过占全球总存量的比例真少。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烂系统元素内底17种元素的总称，运用范围真宽。手机啊、硬碟、火车，也有包括风力发电机甲电动汽车引擎，拢用得到关键金属元素，也会当用伫军事设备，像讲飞弹的诱导系统。It is a significant happening which can play
a key role in securing a green transition within the EU. 欧盟执委会表示，因为欧盟经济的所谓也加绿色转型，稀土需求到2030年增加到5倍。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互人当作是真重要的国家。不过，伫瑞典开采矿泉真困难，因为北欧国家真烦恼新矿泉可能对所在地区的水资源、加生物的多样性带来风险。得到批准的过程，大部分是真废弃个了工。LKAB 嘛承认，说来要进入环评，得到许可这流程，估计至少要10至15年才当正式开采。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伫要过年咯，今年的过年是休困10天哦。台东县的饭店订房率都已经有9成，也毋过日岛、嘉南市订房率是无介悬，准票嘛只卖出5成左右。台东的复工期间目前等个翻新哦，县政府嘛望讲会当伫过年前来完工来服务旅客。复工期间，客船上船码头13正式开放使用。整建好的上船码头改成较早楼梯的设计，改造平面，避免游客跋倒，嘛会当方便新庄游客上船。同时，停车空间嘛重新拍红毛图，方便民众行路。另外，买票后船式的空间嘛拆除无必要的设施，所以看起来较开阔。游客上无满意的变数嘛拍掉顶座。包括的男厕、女厕等等的这一部分，让整个环境可以更通透。那，整个灯光打的灯光也会更明亮，那整个舒适性也会有所提升。过年10天连假伫要到啊，虽然目前订票要去离岛的船班敢若5成订票率，不过天气良好天，也有可能常常有游客要上船去离岛。县政府是讲，上船码头改善设施启用了后，春节要去离岛南市的游客都有真方便的公共设施通使用。另外，台东部落的居民也提醒游客，各部落定定拢有家族啊，也是部落的祭典。祭品会放伫部落四周围，因为祭品会经过祈福的仪式，代表特殊的意义，呼吁游客到部落唔通摕走涂骹的槟榔，还是水酒这种物件。我们家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还是我们要庆典啊，要去那个山上了做什么？这个要把这个不好的给它送走。县政府呼吁游客春节期间到台东佚佗，上好事先安排交通甲住宿，尤其是离岛，以免临时上岛煞无所在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一间连锁的补习班叫英台外语，这几天常常用简讯来通知学生啊，讲因伫要倒落，有超过200个受害者，员工甲老师是超过70个人，有议员就甲学生囡仔做伙去警察局来告业者诈欺。桃园市教育局跟劳动局嘛在调查，今仔早起是开协调会，补习班的头家出面会师的，讲伊会好好来处理。来到桃园这间连锁补习班英台外语，毋但大门锁条条，还阁去予学员甲员工甲逼空讲，无讲无答就倒去，互真侪学员甲讲师集体来提出求偿。被欠了多少钱？3万多块。要过年了怎么办？也只能生活。所以目前我是看到我学生比较可怜，所以才发起这个自救会。OK， 希望为大家讨公道。当然会担心，然后就是另外担心的部分是。对，就是那个副教人和那个执行长，就是跑过国外的话，那怎么办？我希望能够就是他们的城市里面被出来，然后就是会处理一下这些问题。根据了解，这间英台外语伫个桃园和承德拢总有4间分校，规模袂小。不过任职的讲师有咧讲，从去年10月开始，业者就用作业系统的问题做理由，一直拖欠发薪水的时间。初步统计，目前受害的学员就超过200人，也若员工佮加上讲师有70多人。桃园议员魏军接到定情了后，协助组成自救会，陪同去警察局报案来控告负责人诈欺。透过我们现在有这个积欠工资垫偿机制的方式，跟劳保局来申请这个积欠工资垫偿。那后续劳工局都会来协助这些员工。桃园市教育局甲劳动局嘛已经来介入调查，希望会当来帮助受害者解决劳资和消费争议。双方嘛，伫个今仔日的早起召开消费争议的协调会，负责人嘛来甲学员者的受害者来鞠躬会师礼，希望会当互这个争议较好来收尾。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雾峰有一个泉水比生态园区，因为泉水规年冬天拢会对土壳卡冒出来，附近嘛捌发现特别绝种的一款鱼仔哦。虽然之前市政府开上千万来设计规划，也毋过后来就无啥整理。这个园区哦，嘛因为土地产权真复杂，目前问题是真多。水圳顶悬拢是水生的植物，边仔造景的水车早就已经各种荒废。台中雾峰泉水皮生态园区，曾经因为规年泉水不断，区公所以生态工法改造，设有步道、凉亭、护岸，但是后来真少维护，地势即马完全无游客来，互当地民众感觉真可惜。要钓鱼啊，要掠鱼拢无啦，我希望恢复家讲咱真济真清气，安尼就好啊。我无希望讲恢复家咱囡仔遐，迄无可能啊。雾峰区公所表示，泉水皮生态园区步道甲凉亭设施是县市合并进前做的，后续会对设施加强维护。农水署是强调，泉水皮的水圳大约1.2公里长，早期曾经是灌溉用，因为土地分属农水署、国有财产署、大屯甲私人所有，权责还阁有待厘清，但是会先展开水圳清淤工程。这个杂草清淤的部分，我们会先进行。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一边水水皮这一边有一个保育的鱼种巴氏银居所以牵涉到如果说整个的一个改善或是施工的话，会怕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基地。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另外再跟林路局还有相关的保育团体我们会再来会勘。农水署表示，当地曾经发现濒临绝种的巴氏银居，施工爱真谨慎，会伫咧符合地方的期待甲工法顶悬取得平衡点，守护泉水皮的生态。记者台中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租赁条例，全面来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厝税必须爱实际来登记，厝的状况伫签约了后的30天内嘛爱申报。虽然对于税厝的民众来讲是毫无保障，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税厝市场的透明化，阁有正大的进步空间。租赁条例1月12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未来厝头家除了必须爱申报实际的金额，订契约了后30天内提供厝体的资讯以外，若无遵守条例，会罚3万到30万。厝卡的保障嘛有提悬，全面适用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很难去判断你房东到底是一次租还是反复租，所以这一次的租赁住宅条里面修正，就把它简化，全面适用消保法的规定，房客就是消费者部分全部可以适用我们消费申诉的管道，可以跟消保官去做申诉，甚至跟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面对修法的结果，民间团体表示欢迎，不过认为真侪所在还阁需要改进。崔妈妈基金会表示，有70%到90%的厝头家是用自用的名义来申报，造成租厝的误区。有的厝体品质有问题，煞无通管。很糟糕的屋况品质，事实上。这个部分也拿出来出租，那个部分长期来讲，事实上是要有一些规范的，包括住宅法里面的基本居住水准，以及基本居住水准如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登记或是就物况的一个控管。它的整个那个可支配所得用在那个他住屋居住的这个部分，最好不要超过1/3。那如果能达到1/4，是一个比较更理想的一个状况。钱变薄，租金直直起，民间团体建议理想的范围是厝卡薪水的1/3以内。针对租厝的品质甲绩效，民间团体会继续把关。记者马上用郑准佑台北报道。大学学测今仔开始连续考3天今年是有118000外的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2000个人。嘛，因为疫情，今年同款无开放家长来陪考，也毋过确诊、轻症、无症状、佮有快筛阳性的考生是会当照常考试。早起第一节课数学 A， 全国计共是有305个确诊的考生。接近考试时间，学生在识别证甲有效证件入场。即卖疫情放零，防疫措施相对开放，免强制放体温，不过还是无开放家属陪考，也好袂少人坐伫外口咧等。因为最近听到也很多人生病啊，也染疫，所以觉得应该还是要防疫，还是要做好一点，比较安心啦。口罩戴好，他自己随身有带酒精、有消毒，应该就差不多。
这摆学测也开放予确诊轻症、无症状甲快筛阳性考生参加。伫13饭店进行自主通报，会安排伫牛湖考区。按过今仔日饭店了后，才确诊的人，都要伫原考场自主通报，佮安排到备用的防疫考场。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学生进来之后会群聚在一起，所以我们有特别的动线，让学生可以依序进到考场。因为我们师大是有5个分区考场，那有4个学生分别在4个分区的考场，就是已经启动确诊的考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因为呼吸衰竭，装叶克膜4个月，一直拢等无器官通移植。台大病院的医疗团队决定要来挑战难度真悬的活体肺部的移植，来救这个妹妹的命哦。这个妹妹的父母一人捐一半的血，手术是真成功，让查囝恢复健康。这嘛是咱台湾的头一个，做回来了解。团队，然后透过这个活体肺叶移植的手术，让我们3个人能够平安顺利，把我这个濒临死亡的女儿，把她救活。除了感谢，也是感谢廖先生的囡仔，去年因为白血症引起呼吸衰竭，使用 ECMO 维持性命4个月，一直等无大碍血液捐赠。看到囡仔的状况逐工变歹，罗尾病院提出父母活体捐赠血液予囡仔的建议，就算父母拢会失去1成以上的肺部功能，因要是有决定。很快，我们就是家人讨论之后，我们就做了这项决定了。对小朋友而言，他已经使用叶克膜长达4个月。所以他的一些出血的情况都会比别人严重，再加上小朋友跟大人不一样，他的这些血管、气管都会比较小。台湾过去并无活体血液捐赠的案例，而且捐赠的条件真严格，除了爱2个18岁到55岁评估健康的人，搁爱是病患高龄亲以来的亲人，而且体型、血型等等，拢爱经过评估适合。落尾是由爸爸捐出正下边的血液，妈妈捐出倒下边的血液，病院出动4组人手共时间进行手术，15点钟才完成。就好像我们这个肝脏移植有分为脑死器官捐赠跟活体器官捐赠一样，好，那只不过肺脏移植的活体器官捐赠需要有2位健康的这个亲属来捐赠家属，相对跟肝脏移植跟肾脏移植只需要有1位家属捐赠器官，困难度是多了多。病院3间2个互廖小妹一家伙仔庆祝。台大病院表示，这摆手术就算是由技术领先的日本来评估，成功比率也只有50%，因为在国内这算是技术试验，前3个费用是由病院来负担。记者郭本淡报道，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